人际关系中的断舍离，你做到了吗？人类是群居动物，与人交往既是生活的需求，也是情感的寄托。然而，随着生活压力的加重和价值观的多元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过于繁杂的人际关系不仅无法带来内心的平静，反而成为生活中的负担。一些关系可能让人身心愉悦，激励我们变得更好，而另一些却可能耗尽精力，让人不堪重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源自日本的断舍离理念不仅在物质层面大行其道，也被引入到人际关系中，成为一种改善情感连结与提升幸福感的生活智慧。断舍离从物质整理到人际管理的升华。断舍离一词由山下英子提出，最初是关于物品整理的理念。断是指断绝不需要的物品，舍是舍弃那些已经多余的东西，离则是离开对物品不必要的执着，最终达到清爽简单的生活状态。然而，随着这一哲学的广泛应用，人们逐渐发现，断舍离的思想并不限于物质层面，还可以应用到时间管理、情感整理以及人际关系中。在人际层面，断舍离的内涵得到了更深刻的延展。它不仅是对关系的清理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解放与精神上的成长。断绝不再适合自己的关系，舍弃无效的交往模式，离开对某些人或事的不健康执念，最终目的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纯净、和谐的人际环境。人际关系中的断舍离为时磨必要。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，社交媒体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交往圈，但也让我们面临人际关系的过载。表面上的朋友数量增加了，然而真正的情感深度却未必有所提升。不仅如此，过多的人际互动可能导致情感消耗，甚至引发心理压力和焦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人际关系的断舍离就显得尤为必要。避免情感资源的过度消耗。每段关系都需要时间、精力和情感的投入，然而有些人际关系却是单向消耗的。例如，总是向你倾诉而从不倾听的朋友，习惯将责任推卸给你的同事，或是无法尊重你界限的亲密关系。这些关系不仅无法带来快乐，还可能让人感到疲惫与无力。降低社交中的心理压力。无论是参加聚会，还是维系某些关系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出于社会压力或礼仪习惯而不得不在场。这种不得不的状态往往导致内心的不满，甚至使人觉得被压迫。当我们学会在人际关系中实行断舍离，可以更自由地选择那些真正重要的互动，减少不必要的压力。重建价值观的和谐。人际关系的核心是价值观的相容与共鸣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和经历的变化，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发生转变。那些曾经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，可能因为价值观的分歧而渐行渐远。如果继续强行维系这些关系，不仅难以保持愉快，还可能导致矛盾激化。解放被占用的时间与精力。时间是有限的资源，如果将过多的时间投入到低价值的关系中，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忽略了那些更值得珍视的人或事。例如，与其耗费心力去参与一场你并不感兴趣的应酬，不如将时间留给能真正让你感到快乐的家人或朋友。人际关系断舍离的实践方法。在人际关系中实行断舍离，需要我们从理性与情感两个层面进行探索与调整。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切断联系，而是基于内心需求进行深思熟虑的筛选与取舍。审视现有关系，确定优先级。首先，列出你生活中的主要人际关系，然后对每段关系进行反思。问问自己，这段关系是否让我感到快乐？是否能给予我支持与力量？我们之间的互动是否健康？将那些让你感到积极和被支持的关系放在优先位置，而对于带来负面影响的关系，则需要考虑调整。设立界限，学会拒绝。许多人在社交中感到疲惫，往往是因为界限模糊或不懂得拒绝。对于那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要求，不妨试着委婉地说不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也有助于让对方了解你的底线，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摩擦。逐步减少无意义的互动。对于那些不再适合的关系，可以采用逐步减少联系的方式，而非一次性切断。这样的做法既能避免对方的误解与抗拒，也能让自己有一个情感过渡的过程。
比如减少主动联系的频率，或者在社交场合中选择自然的淡化互动。4. 专注于高质量的关系，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那些让你感到快乐和有支持感的关系中。例如，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，或者通过共同活动增进与家人的感情。这样的高质量关系能为生活注入更多正能量。5. 反思自己的行为与需求。断舍离的过程不仅是整理外部关系，也是一场内在的探索。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交往模式，看看是否存在过度依赖、迎合或控制的行为模式。通过这种反思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地处理人际关系。4. 断舍离过程中的困难与应对。在人际关系中实行断舍离并非易事，因为情感羁绊、社会压力和内心恐惧往往会让人犹豫不决。然而，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。1. 情感依赖的挣扎。长久以来的情感联系可能让人难以放手，特别是当这段关系曾经给予过你温暖与支持时。然而，过去的美好并不意味着现在仍然适合你。学会接受变化是情感成长的重要一步。2. 外界的压力与误解。社会规范往往要求我们维持某些关系，特别是在家庭关系中。例如，与某些亲戚保持距离可能被视为不近人情。然而，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需求不同，我们需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与幸福。3. 对孤独的恐惧。许多人害怕减少人际交往会导致孤独感。然而，适当的孤独并不可怕，它可以成为我们内在探索与成长的机会。通过与自己的对话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，并找到真正合适的伴侣或朋友。5. 断舍离后的生活变化。当你在人际关系中成功实行断舍离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与纯粹。无论是情感上的稳定，还是时间与精力的解放，都将让你体验到更多的自由与满足。1. 更多的情感能量。摆脱那些带来负面影响的关系后，你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亲密关系。2. 更深层次的幸福感。当我们身边围绕的是那些真正关心我们、理解我们的人，幸福感会显著提高，我们的内心也会更加充实，生活因此变得更有意义。3. 更清晰的生活目标。减少无效的社交后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的方向，专注于那些能让我们实现梦想与价值的事情。结语：断舍离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，并不是一种冷漠或自私的表现，而是一种理性选择。它让我们得以从纷繁复杂的人际网络中抽离，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连结，并通过内心的成长与自我探索，找到生活的核心价值。你在人际关系中是否已经做到断舍离了呢？如果还没有，从今天开始，为自己的情感世界做一次整理，让人生更加纯粹而美好。